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嘉樂叔叔。今日我要同你哋介紹兩位聖人，佢哋嘅慶日係喺同一日，佢哋都係宗徒，不過一個曾經同耶穌一齊生活過，另一個就冇。一個係聖教會嘅第一位教宗，另一個我哋叫佢做外邦人嘅宗徒。佢哋就係聖伯多祿同聖保祿。聖伯多祿本來係一個漁夫，日日同唔同人打交道。大家都知佢喺耶穌受難嗰陣3次否認咗主。耶穌死而復活，升天之後，伯多祿就接手成為教會嘅領袖，幫助教會同信眾成長。佢記得耶穌醫治群眾，幫病人，安慰受苦嘅人，仲顯示天主嘅愛永遠都唔會離開人。伯多祿成日同人講耶穌嘅故事同教導，有時天主仲藉住佢去醫治人，令大家嘅信德更加堅固。有一次，有個人因為俾伯多祿嘅影子掠過，就即刻痊癒。靠住聖神嘅力量，呢位冇讀過書嘅漁夫竟然識講外語，令更多人聽到耶穌嘅福音。聖保祿原名掃祿，佢好忠於政府。政府當其時好唔中意基督徒，所以掃祿為咗保護天主的法律，亦都唔中意基督徒，認為佢哋係叛徒，仲不斷追住佢哋，迫害同想阻止佢哋周圍傳播福音。但邊個可以推翻天主嘅計劃呢？有一次，掃祿去大馬士革嗰陣，突然間有一道強光由天打落嚟，仲有聲音話：掃祿，掃祿，你點解要迫害我啊？掃祿唔知發生咩事，就問主啊，你係邊個？嗰個聲音就答：我就係你所迫害嘅耶穌。掃祿本來以為自己係保護緊天主嘅法律同真正嘅宗教，但最後發現原來自己反而係摧毀緊天主嘅子民。於是佢改變咗由天主嘅敵人成為耶穌嘅熱愛者，仲開始愛人如己。佢加入伯多祿嘅團隊，學習耶穌嘅一切，開始宣講同傳播福音。最後佢哋兩個都因為愛基督而殉道。咁我哋可以喺佢哋身上學到咩呢？聖伯多祿教我哋要識得承認錯誤、謙卑同求寬恕，仲要幫助人、堅固人嘅信德。聖保祿就教我哋，天主可以將一個脾氣急躁、用錯熱忱嘅人變成耐心又唔怕辛苦嘅宗徒。佢哋都好熱心咁向所有人宣講福音，顯示天主嘅愛唔係只屬於某一群人，而係臨到所有人。小朋友，等我哋一齊努力效法呢兩位聖人啦，試下為有需要幫助嘅人做一件好事，可能係幫老師、父母、朋友，甚至兄弟姊妹，又或者試下向你曾經冒犯過嘅人道歉，或者調翻轉頭試下寬恕曾經傷害過你嘅人，無論對方有冇向你道歉。好啦，小朋友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